Celia， 其實你最初係點入行嘅咧？其實中學時已經認識 Kelly 嘅啦，咁我哋都有一齊去行街啊、買衫啊，咁襯衫佢都有問下我嘅意見嘅。跟住之後佢入行咗大約半年到啦，咁咧佢就揾我幫手啦。你覺得自己喺呢一方面算唔算係一個 genius 呢？咁我諗唔算係好 genius 嘅，我有做過時裝店啦，咁都日日睇住啲衫，咁可能都有一個磨練啦。又要成功嘅話，其實都唔係淨係有天分嘅，咁我都要好多人嘅提點咯。你係點樣成為一位插畫師嘅呢？細個就好中意畫畫嘅，咁有時過節啲親戚朋友嚟到，咁見到我啲畫作咧，都會讚我畫得好好啦，話我好有天分，就好似 genius 咁啦。咁之後就我男朋友鼓勵我啦，不如你試下將啲畫擺上個 blog 度，同其他人分享下啦。咁我就聽佢講，擺咗上 blog，咁就越嚟越多人睇啦。咁之後仲俾出版社睇中，叫我出書添。咁你覺得喺創作嘅過程裡面，會唔會都有機會遇到啲困難？都會有㗎，有時真係會遇到冇靈感嘅時候啦，咁諗乜嘢都冇晒頭緒㗎，諗乜都畫唔出，咁我就會揾啲方法睇下點樣可以激發自己嘅創作靈感。Celia， 最初你係點入行㗎？我細個嘅時候已經好中意扮靚㗎啦，咁小學嘅時候都試過偷媽咪啲唇膏搽啦，咁到咗中學嘅時候，我就會同啲同學一齊去試下唔同嘅護膚品，試完之後大家都會交流下啲心得，我就覺得扮靚可以成為我嘅事業，咁我就去試做美容記者，咁慢慢就成為編輯啦。你覺得自己喺呢一方面算唔算係一個 genius 呢？其實我覺得自己都有少少 genius 㗎，再加上我嗰個求知欲都好強，好中意去睇唔同嘅美容資訊，去吸收翻自己啲知識。咁呢方面對我個事業都有啲幫助。另外就係因為我日頭我覺得自己頭腦清醒，我就會專心啲去寫稿。咁夜晚呢，我就會上網睇多啲外國嘅美容資訊啦，或者去睇啲雜誌。咁希望豐富翻呢方面嘅知識，咁同埋可以帶到啲最新同埋最有話題性嘅嘢俾啲讀者。Celia， 不如你畫出自己心目中 genius 嘅圖案啦。個貓頭鷹咧喺呢班雀仔裏邊咧就特別出色啦，好似個教練咁樣咯，咁即係個 genius。咁你相唔相信皮膚入面嘅細胞都有成為 genius 嘅潛質咧？其實未用 Clinell Ingenious 之前咧，我都唔信㗎。用咗之後咧，佢嘅智能成分就好似一個教練咁樣，不停同皮膚細胞溝通啦，訓練佢哋，令到佢哋識得自己激活啦、修復啦、保護啦，成為咧皮膚細胞嘅精英。所以用咗 Clinell Ingenious 之後咧，再用其他嘅護膚產品，我覺得特別吸收，更加見效。如果要用一個圖案表達 genius， 你會畫啲咩呢？我覺得海豚好有靈性啦，同埋好有智慧，可以話係動物界嘅 genius。咁你信唔信皮膚入面嘅細胞都可以成為 genius 呢？用咗 Clinell Ingenious 嘅 Optimizer Daily Booster 之後呢，咁我發現佢好有智慧啦。佢除咗有夜晚去角質嘅功效呢，咁搽出去之後仲可以加強皮膚嘅修復功能添。仲有佢可以令到細胞日夜都發揮全天候式嘅保護，加速新陳代謝，可以話係皮膚嘅 genius 啊！你哋試過就知㗎啦。雖然咁要你用圖畫表示 genius， 你又會點畫呢？呢個大燈泡咧就好似有好多 idea 同埋好出色咁，就好似 genius 嘅特徵一樣，咁會令到啲細嘅燈泡都會發光發亮㗎。你信唔信皮膚細胞都有成為 genius 嘅潛質呢？搽咗 Clinell Ingenious Daily Booster 之後，我就覺得佢同 genius 一樣咁出色。日頭佢可以加強皮膚嘅自我保護能力，而去到夜晚呢，佢仲可以令皮膚進行自我嘅更新同埋修復，就好似我哋細胞生理時鐘嘅運作一樣咁。而 Clinell Ingenious 就好似我頭先畫嗰幅畫一樣，一個大燈泡去點亮其他細燈泡。我而家相信皮膚細胞都可以成為 genius 㗎啦。如果你都想改善你嘅皮膚，我諗 Clinell Ingenious 係可以幫到你啊。Turn your skin younger. It's not just smart, It's ingenious. Clinell Ingenious.